湾雕的一个品质，其实跟国外比起来的话，其实我们的品质是比国外还要好。我们自己有养殖渔场，那我们每天在抓那个台湾雕的时候，我们都是经过层层的把关，会去试它的有没有臭土味，或者是有没有农药残留，或者没有放药这一些，品质会比较好。可是我们在竞争上就是价格我们会比较高一点，也就是我们比较辛苦的地方。可是当我们的产品到国外的时候，让大家是试吃的时候，他觉得我们的产品的品质跟肉质都是比其他国家的比那个台湾雕其实是还要好的。台湾雕在国际行销的第一个那个货柜，由台南渔业公司呢来处理到新加坡，也希望说透过这个行销部分呢，能够分散过去一直比依赖于美国市场的部分哦。那从新加坡里头先做起点，那未来呢，不管是韩国或日本的话，也会陆续推广这些那个加工品的行销。台湾雕的加工厂的部分呢，过去他们都要送到高雄跟嘉义来做加工，尤其台湾雕的那个产地面积在台南是算全国第一，已经占45%了吧哈。也就是如果第一个运送路途的就近的话，还有增加一些我们就近渔业处理的一些人的工作机会，在地食材在地处理是一个比较便捷的一个方式。那也希望说透过它能够让吸引更多的加工厂能进来，还有我们的渔民的一些渔获可以及时性的处理这样子。将军冷链的部分呢，即将在10月之后呢会交付给厂商来运作，那也会成立第一个在台南市的第一条针对台湾雕的一个加工线。那也期待说未来在去化这些台湾雕的一些生鱼的部分呢，可以做更进一步的一个加工处理，然后延长那个销售期限。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那么我们积极开拓外销的通路，这次在新加坡食品展里面获得了很好的成绩，那就是我们的台湾雕这次获得新加坡采购商的肯定。因此呢，在4月份的食品展结束之后，现在7月份马上就有第一柜的台湾雕销售到新加坡，有蒲烧雕，也有炸鱼块。那么也有整只的这个鱼的条冻，那也有可以用在火锅的鱼排，品项相当多，可以进去新加坡市场，这是非常好的。过去台湾雕销售的这个外销也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项目，而且相关的检验都能够合格。这是我们前进新加坡，相信一定能够新加坡市场的开拓，渔民还有我们的农业局都相当有信心，未来还持续会把我们台南的优质的农特产品，包括台湾雕或者是虱目鱼或相关的农特产品，渔产、水产品，能够销售到国外去。大家好，我是杨淑怀，欢迎收看9月17日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对7月份台南市风台动从到达已经2个月，灾区随着中央地方积极修复之下，目前复原进度已经达到9成，只是台南市有侪装下企业面体厝顶损害，文化局建伫旧下梅下平台提供修缮新选择。受到台南市风台影响，台南市有9万户面体厝顶风吹歹去，其中有袂少是用旧装下所起，有特殊的历史风貌。若是透过铁皮厝顶重建，相当可惜。因此，文化局推出旧下梅下平台，帮助灾后修缮。同时找到更加侪专业师傅来修复传统建筑。台南的老屋事实上应该是全台湾密度最高的地方。那怎么样去因应未来的这种极端气候的一个变化？那传统老屋的一个修缮人才如何透过这一次的一个状况，能够有更多的
更多的匠师可以来进行未来的协助。这项服务是在后修复计划的重要环节，这唔那是首次，更是替环保尽一份心力。距离风灾已经过了2个月时间，台南市政府嘛连续召开2个月的风灾复原工作记者会，向各界说明灾后复原进度。从中央跟我们地方共同协力来处理整个丹纳斯风灾的一个灾后复原状况之后，其实呢，包括整个跟修缮有关的一些相关的作业的进行都非常的顺利，所以现在目前大概。其实灾区秩序大致上都已经恢复了哈。目前修缮作业已经进入尾声，每项修缮总计977户签约，有678件已经修复完成，恢复正常生活。针对灾区民众发放的援助金额超过12亿，已经是100%完成。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关田区乌山排水系统施工期间，当地居民反映土花部分放弃有安全疑虑，立委陈廷辉邀集相关单位会勘，要求马上甲放弃地段列做优先整治项目。乌山排水系统将水流汇入直有的花田排水，但因两边的土花也未施工完成，造成部分的地段被水流冲甲放弃。陈廷辉表示，土花若继续崩塌，不仅会降低排水效率，更可能影响到附近居民的居住安全。因此，修复工作必须要立即启动。你这一块你没做的话，它这边已经有崩塌跟那个冲刷的状况了。所以这个一定要做。现在在做这里，那就是说，如果把它延续到今天这个位置，就到这里。那当然到乌山头那边还有一段距离，可能还要比较多经验，但是我觉得这一段先做，做完之后它个沿线高压，你对，地公这段先做，才大概2000万先做。这项工程有计爱投入2000万。农田水利署已经表示，将会申请明年度中央气候变迁适当实行计划相关经费支援，便以指示优先施作，确保施工进度袂去拖掉。陈廷辉强调，台南厝地的水利建设因应气候变迁的关键转型期，除了现有的600亿灾后重建特别预算以外，中央未来也将投入气候变迁适当适情的经费，也呼吁地方政府一定要把握机会，积极提出排水整治计划，让资源发挥上大效益，真正保障居民安全，并提升生活品质。台南新闻张世伟采访报道。立委林俊宪将邀请福卡萨马戏团对9月20日开始举办3场的亲子嘉年华，到时不只有精彩的表演甲活动，现场也会设爱心专区，邀请弱势儿童共同参与，确保每一个囡仔拢会当感受社区的温暖甲支持。台南过去举办过福卡萨马戏艺术节的系列，曾经创下8万到10万人次的热潮，嘛成功让马戏艺术加入大众生活。对此，立委林俊宪为了诉求快乐是予囡仔上好的礼物，所以好不容易邀请福卡萨对9月20日开始再出来台南巡回3场的表演，而且佮规划弱势儿童的爱心专区。17号伫活动开锣仪式进前，寻梦高跷巨人嘛来到记者会现场，甲大家互动，欢迎大家到时做伙来感受亲子同乐的嘉年华会。我们台南队希望能够透过佛卡萨的演出我们来带给孩子们更多的快乐。那我们也结合一些社会公益团体，我们的每一场演出都会保留特别的位置给弱势家庭的小孩同时也希望透过这样有趣的演出让孩子们在娱乐中能够欣赏不同的艺术能够学习、传递快乐还有互助等等。这个佛卡萨它的演出内容其实是也非常深具有教育意义。同时在未来，我会结合我们的议员团队以及配合我们的立委在中央地方的合作，我们能够推动第一个，我们对于未来的妇幼政策啦幼托的补助生育补助等等，其实台南我们要把它营造为一个适合生小孩、养小孩的一个地方，一社区一个特色公园例如等等未来的相关妇幼的鼓励政策，我们也会来持续的来努力。
林俊宪伫欢乐宣布马戏团活动同时，面对10号上新媒体民调，伊甲谢龙介已经有差12个百分点，甲今年2月差距明显扩大。伫处伊除了表达尊重，嘛认为是国民党介入因党内初选，干扰民调愈来愈明显的结果。不过，伊嘛继续争取少年族群甲南科等新住民的认同。这个民调我们都表达尊重了哈啊，但是其实我们内部一直都掌握到相关的我们的选举脉动，那当然会有一些有政治性目的的希望能够企图干扰尤其我是觉得其他的政党在干扰民进党的这个党内初选这个越来越明显了力道越来越大了所以我就说我们呼吁我们的支持者还有我们的这个团队，我们就要越团结了。才能够应付这样的一个挑战。我们也希望能够争取更多的中间选民的认同，尤其像我们希望争取一些年轻人、年轻家庭，尤其台南最近有一些外来的移民，因为很多年轻人也到台南来，那么台南有新的科工区等等，所以我们需要更好的一个优质环境让年轻人愿意到台南来。林俊宪表示，邀请福卡萨马戏团不只是娱乐，嘛希望让家长知影，包括生育津贴、托育补助的提高等有关妇幼相关的福利政策，拢是伊对选民的承诺。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今年是府城社环300档，台南市文化局以大街美术馆模式进行古地名环境进行计划，设置巷仔鸟艺术装置，加上古地名的名牌设计，让大家认捌府城历史风华。请揭晓。巷仔鸟化身带路吉祥物，顶悬还佫有大井头的古地名牌。台南市中西区民权路曾经是荷兰人打造的第一条大街，周边商家经过400档欢迎风华，到搭豆豆鱼味。文化局趁府城建设300档，启动古地名环境进行计划。100年前有不同的一个用法，比如说有些地方它叫做姑爷段，有些地方叫做秀才段，有些地方叫做吴旗潭段，那或者是大腿段、小腿段，那这些古老的地名呢，事实上它都说明了这个地方曾经有的地理的样貌。计划范围包括民权路、和东门路一段店家和团体，总共18个地名，用艺术装置，让大家在散步踅街的过程当中，自然的认捌府城历史文化。透过1875年的这一张所谓的台湾的街道地图，那跟我们目前的一个历史场域把它结合在一起，要跟大家针对过去的所谓的十字大街，也就是当时候最热闹的一个大街，那里面有很多的所谓的这些花草街啦，或是我们的竹子街啦、鞋街啦、针街啦等等。除了形体装置，活动也佫邀请侪台南在地团队以 Podcast、火车游街、行动导览等形式，将伫咧10月17到19期间探索300档的府城大街。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力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6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会感染幽门杆菌，通常甲环境有关系，尤其伫发展当中国家，感染几率较大。而且幽门杆菌会造成消化性干疮甲出血，加上儿童甲青少年感染镜头多样化，因此伫诊断甲体检的时阵，要提高警觉。新台病院小儿肝胆胃肠科的医师罗小玉表示，幽门杆菌是一种革兰氏的阴性螺旋状的细菌，嘛被称作幽门螺旋杆菌，会用在伫个卫生的环境中来存活，严重感染可能会造成消化性的溃疡、出血，甚至是破空的危险。
一般的竞争包括排黑便、呕血、甲着贫血等。不过，伫个青少年，因为竞争较多样，因此伫个诊断上要特别来注意。一般来说，感染者大概有10%到20%有可能会发展成消化性溃疡。如果不治疗，可能会有1到2%到2%的人可能会发展成胃癌。因此它的一个防治是相当的重要。我们在诊断方式上，大概是有非侵入性的以及侵入性的检查方式。侵入性的检查包括我们一般熟知的胃镜检查。胃镜检查可以直接做一个病理取样、幽门杆菌的细菌培养以及它的一些药物敏感性测试。而非侵入性的检查包括那个碳13呼气测试、粪便的抗原检查以及血清的抗体检测。一般常见的症状包括慢性腹痛、腹胀、食欲不振、恶心、呕吐，严重产生溃疡，甚至会有出血、黑便、呕血、贫血、头晕等症状。如果有出现这些比较严重的症状，如果不治疗，可能会发生肠胃穿孔的一个危险。幽门杆菌的感染伫个诊断上有侵入性甲非侵入性，虽然各有优点，不过伫个确定幽门杆菌的感染，就一定要来用药。整个疗程大约需要7天到14天，必须照时完成疗程，才能确保疗效。治疗以后，要搁定期来追踪，才能确保完全根除幽门杆菌。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国立成功大学图书馆旧册义卖，今年总共募集将近2万本册、杂志、甲 CD 等等，计销对300到400块不等。义卖所得全部捐予台南市德兰启智中心。国立成功大学图书馆二手册的义卖活动，目前正伫图书馆地下1楼艺术走廊来举行。今年已经连续举办第22档。图书馆的馆长傅子芳表示，延续去年捐册盛况，今年捐赠的人数甲着捐册量拢再创新高，总共超过500位校内外人士的捐赠，捐册量将近2万本。义卖所得将全数要来捐予台南市德兰启智中心。在过去这22年呢，我们每年都会在6月到9月之间呢，去收集来自于我们的学生、老师，还有我们台南市民所有愿意捐赠出来的书，然后大家一起在这1个礼拜的时间里面来找自己喜欢的2手书，所以这是一个智慧的回流，一个善意引发善意很美好的一个活动。那今年呢，我们合作的伙伴是德兰启智中心，那它也是我们很长期合作的伙伴哦。那德兰启智中心里面帮助很多需要帮助的病友，在各个年龄层。那所以我们也希望借着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来为他们能募集到更多的经费，我们可以一起帮助更多的人。德兰启智中心非常感谢成大图书馆这么多年来透过爱心的2手书义卖，帮助非常多的公益团体。那么这一次德兰非常荣幸，还是有这样的机会，透过这样子的2手书，让德兰启智中心的服务使用者获得很多的支持。所以我在这边要代表德兰启智中心所有的服务使用者跟家庭，谢谢成大图书馆，也邀请我们更多爱好书籍的朋友一起来共享盛举。二手册义卖活动虽然只有短短1礼拜，不过因为数量将近2万本，涵盖图书馆9大分类的册拢有，因此不止吸引学校学生前来选买，嘛有外籍生、校内外的教职人员、员工甲着家属等，甚至嘛有民众一边观册一边买册，互这份爱甲着精神的食粮会用个持续来流传。我之前在收书的时候，我搬了两桶过来因为自己家里我自己喜欢买，然后因为孩子3个，所以希望书可以有流通有活化，书才有它的
的生命嘛。因为孩子小的时候自己买的书，跟随着自己的年纪增长会有不同的喜好。那因为书我捐出来了，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再办一点别人家书柜的宝藏回家去，适合我现在的年纪的。对今天早上是来放松就想说就这样。新台图书馆22年来坚持尊重智慧财产，甲着珍惜资源，办理二手车义卖活动。过去21年来，活动累积超过13万本的捐赠册量，募得善款将近360万，拢转数回馈予社会公益团体。新台图书馆为了感谢真侪人的心意甲着付出，目前伫个1楼图书馆，嘛以着感恩过去、珍惜现在，甲着展望未来为主题，举办暖意晨光、医疗守护的主题展。欢迎校内外民众拢会用个到场来参观。台南新闻林永根采访报道。在伫外岛做过兵的民众，对着金门高粱酒应该拢有相当的认捌，也是喜爱。不过高粱酒咸咸厚重的口感，毋是每一个人都能当接受。金门酒厂伫安平游艇码头头摆发表海藏陈高，造予消费者无同款的风味。利用海下18米恒温、恒湿、避光及潮汐的自然力量，加速酒类熟成，并赋予独特风味。这项特殊的海藏方式，在全世界只有7个国家推行使用，而台湾就是其中一个。海底的深度大概18米到20米，然后它的温度要差不多是在我们20到25度的这一个环境之下，它才有办法去做熟成。金门酒厂这次发表的海藏特仕版，特别选用7年以上的陈高制作，再加上100天海下环境陈化，入喉柔顺，风味独特。16日在安平游艇俱乐部举办首场发表，邀请贵宾率先品尝。风味有没有比较不一样？不一样，哪边比较不一样？可以形容几句。战酒黑金龙基本上是窖藏3年在坑道里面窖藏3年。那这次海藏呢，基本上蔚山公司它除了买我们窖藏3年之后，它又就是平陈，就放在瓶子里面再放了4年，所以这是在海藏的部分呢，至少有7年的一个这一个陈量所以我们叫7年存。金门高粱在海中经过100日的洋流律动、压力与温差作用，在瓶身上自然生成藤壶等海洋痕迹，让每瓶海藏酒都有独一无二的海洋签名，因此也让这瓶特窖陈高更有辨识度及收藏价值。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诉求新时代女性较好的SPA在地品牌，伫12周年的节庆，甲台东小人客组用无污染的自然农法推出新研发的5种气味精油。在地经营美颜、美体、美肤来体贴女性的 SPA 品牌，业者除了从事美的事业，更诉求为新时代女性打造专业保养服务，所以产品就相对重要。他们选择和台东小农契作，100%采用天然香草来研发精油，取代香精防腐剂的过程，虽然得付出高成本，但对环境友善、对土地无负担的坚持，已经成功做出市场区隔。而在12周年庆之际，业者也盛大发表5款气味精油新品，强调每一款香气都承载的自然能量和情感。也跟我们台东的30几块的这个契作小农一起合作，我们一起打造这个别人说的就是有机生活，那我们称之为无毒的生活这样子。对，那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气味，然后去让我们不管是在家里，或是在我们的工作场合，或是在我们的这个 SPA 的这个疗程室里面，都可以透过这些香氛去达到身心灵的平衡。纯净香氛的产品，除了服务会员，也希望进入每个人生活，甚至营造大厅、各种展览场专属的背景气味。气味呢，就是未来会打造在像是一般的豪宅，或者是像那个招待所之类的。那我有发现，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空间呢，都少了一些背景气味。那这一方面的话呢，当然就是我们的一个专业。那我也希望就是可以带动所谓的这种自然农法的方式来让我们的生活品质可以更提升。
值得一提的是，香氛精油不止疗愈，更在商品导入天然香料草之后，提升7%-8%的经济效益，和小农和土地永续共好，共创多赢。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感谢你收看9月17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小慧，咱再会。随时注意气象报告，了解台风的最新动态，避免出门。家里可以事先准备3日份的食物、饮用水、简易的急救药品。盆栽、小型家具等要移进室内或者是加强固定。一旦发生灾情，配合地方政府人员的指挥进行撤离。准备好紧急避难包，当灾害来临时才不会手忙脚乱哦。提早做准备，台风来袭也能从容应对。请你跟我这样做：1、2、3、4、5、6、7、8。2、2、3、4、5、6、7、8。3、2、3、4、5、6。同样的事一直重复做，身体会产生记忆，成为习惯哦。7、8。我也怕快不去耶。我不要得肠病毒，环境没有消毒，可能会传染肠病毒哦。我不要得肠病毒，爸爸回家要先洗手换衣服才能抱我啦，不然可能会传染肠病毒给我。如果不小心得到肠病毒，老师说最好要在家好好休息。勤洗手，站卫生，肠病毒远离我。伫职业生涯马拉松的比赛，照顾囡仔是大人，甲继续做工课的双重压力，就亲像拄到真唔好的天气。不要紧，补给站就伫头前，对外口减负担，对内底补资源。社福职场系统优化，顾老摇囡仔同齐来做，随时互你有够力的资源，互女性甲中国人者有实力再出发。阿妈你好，阮是来甲你送消防平安的，这是阮厝内24点钟的保镖。伫第一个时间，伊会当甲咱，若像甲咱叫醒共款，互咱知影讲哦，隔壁有状况发生。助警器有分侦烟室与定温室，分别装置于居家的不同环境。助警器是居家防火的预警防线，安装完成按键测试，它将成为居家的守护者。安装助警器，5增5保庇哦。以后你们想做什么工作啊？我想当建筑师，盖很厉害的房子。我要当少年股神，投资赚很多钱。啊！少年股神？真的啦！这个群组里面大家都说老师报的名牌很准，稳赚不赔。这么夸张？一定是诈骗！政府及柜买中心一直在宣导，不要加入陌生群组，不要随便相信名牌，稳赚不赔。林先生，因为你的右手受到机器重压，状况比较危险，没有办法完全复原。先生您好，我是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因为我们有收到您的职灾通报，所以来了解一下有什么政府可以协助的部分。林先生啊，就让我们团队一起继续协助吧。那后续的职能复健服务应该会对他的复工很有帮助。汽机车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注意周围人车，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避免转弯死角。记得到路中心点再转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请依照交通号志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专心快步通过，并随时注意车辆的动态，在安全处所等待，确认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哦。车辆慢暂停，行人安全行。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刚桃，只来1天也可以保职灾保险吗？可以。啊，我们不是公司，这样也可以加保哦。可以。加保职灾保险会不会很难啊？一点都不难，可以通过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申报，或透过电脑、手机上劳保局官网申报。